今年奥斯卡入围10项的《罗马》是少见的黑白电影，讲述导演艾方索·科朗的童年回忆，向生命中最重要的2位女子致敬，浓浓情感感动不少观众。在各大奖勇夺最佳导演、最佳影片，不少人看好这部电影在奥斯卡也能收获满满。水中倒影映出70年代墨西哥市的小社区，导演艾方索·科朗透过镜头，带观众回到童年，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致敬。罗马，导演艾方索·科朗。晚安克利奥，晚安苏菲。电影中的一切，大概有90%的内容都出自于我的记忆。缤纷的儿时记忆化为黑白色调，却抹不去浓浓情感，更让罗马在今年颁奖季大放异彩。在金球奖拿下最佳导演及最佳外语片，英国奥斯卡也囊括最佳影片、最佳外语片、最佳导演及最佳摄影，奥斯卡更获得10项提名。在剧中饰演灵魂人物克利奥的亚丽萨，虽然是素人，演出自然流畅，而且完全不靠剧本。导演艾方索·科朗，每天早上我碰到演员们，我只会给其中一些人写下来的对话，让演员在无法预期其他人会说出什么的情况下，制造戏剧张力。艾方索说，罗马是他个人成长时期的私密回忆，所以让演员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顺着时序拍摄，跟角色一起成长。除了克利奥，另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是艾方索的母亲，演员玛丽娜·德塔维拉。她很常谈起苏菲亚，就是她的妈妈。我开拍前和艾方索常谈过。谈到1970年代的女性离婚有多么艰难，以及她如何找到患难与共的伙伴，就是克利奥。艾方索出名的一镜到底拍摄手法，在地心引力中展现人类渺小，在罗马中则是描绘克利奥守护家庭的温柔。借着琐碎小事倾诉对家庭的深厚感情，透过主角的眼睛一窥70年代的政治纷扰以及阶级制度的不公。他自编自导还亲自长镜，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经历。导演艾方索·科朗在一场戏中，我告诉演员，你感觉快要窒息了，但当你发动引擎，钥匙离家中的那一刻，你宛如获得新生。拍完这幕后，我很满意。然后我突然发现，我导的这一幕，就是我爸爸离家的场景。制作罗马的网飞对自家电影寄予厚望，除了请安杰丽娜·裘丽等名人站台宣传，还砸下至少台币500万的重金，买下电视台2分钟的广告，期待罗马携着这股气势，在奥斯卡顺利夺金。